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威文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銀湖天峰7座低層 D 室，一個實面積924尺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睇睇。銀湖天峰屬於烏溪沙站上蓋物業，可以話係得天獨厚。單位客廳闊度有3.5米，感覺寬敞闊落。客廳連接露台，加上坐向東。早上有太陽入屋，露台左邊可以望到海景，而右手邊係翠綠嘅山景，景觀亦都算開揚。客飯廳全長大約6.7米，飯廳擺放咗業主最喜愛嘅木製餐台。烏溪沙站旁亦設有巴士總站，提供多條巴士路線往來港九新界各地。廚房設有兩邊工作台，地方實用。打理得乾淨企理，打開工作平台嘅玻璃門，亦都可以同客廳產生對流作用，令到單位空氣更加流通。廚房嘅旁邊亦設有工人套房，現時係儲物房。嚟到走廊，右手邊有一間儲物房，大約有3.3平方米，現時係衣帽間，亦都可以做書房。屋苑公契列明可以養寵物，所以深受養寵物人士嘅歡迎。走廊左手邊有兩間睡房，每間大約都有4.4平方米。屋苑附近設有烏溪沙青年新村、白石燒烤場。區內馬鞍山公園提供公眾泳池、圖書館、體育館及海濱長廊，配套設施齊備。浴室亦寬敞，保留原有瓷磚及浴缸。最後係主人套房，大約有7.6平方米，擺放大型衣櫃之後，亦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屋苑會所亦設有室內外泳池、親子樂園、健身室、園林燒烤、室內多用途運動場等等。屋苑第7座及8座享有開揚景觀，所以全部以大單位設計。而主人房浴室亦設有通風窗，保留原有浴缸。介紹完畢。多謝大家。